我们上节课学了什么呢？我们上节课学了什么？大家想一想，上节课你可以用关键词，比如说分数比例分布好，还有呢考试的组成部分，还有什么？考试的组成部分还有什么？考试的框架，其实大家分布啊、比例分布、考试框架，其实还是一个点啊。好，出来一个新的内容，叫现代汉语的特点，国际汉语的特点，常考考点。对，现代汉语常考考点，对吧？好，现代汉语上册和下册的一个概括，还有什么呢？哦，语音单位，语音单位昨天学了吗？昨天好像没有学语音单位。心理测试，好，我们说心理测试呢，其实它不是一个心理测试，它只是一个跨文化交际。那么在考跨文化交际的同时，去考察你的专业素质，考察你的其他的课堂管理等等方面的能力，对吧？好，对，还有一个从前有座山，他说把自己当做老师来对待考试。好，这个这位英文名字的同学为什么一直在提那个拼音方案呐、等等之类的？哦，你可能是在回忆我们昨天带领大家去复习那个现代汉语的一个搭的框架，是吗？好的，就是刚才有位同学也说到了，就是我们上节课不仅仅讲了给大家印象很深刻的最后50道题，其实很多的时间是在给大家建立起一个现代汉语的一个框架，对吧？那么现代汉语框架里边，我们这节课呢就将学到框架的第一部分，叫语音部分，对吧？语音部分。好，那么我们一会儿就深入去讲语音部分。那么接着再来想一想，我们上一次课在给大家讲这个课文讲这个内容的时候，我一直在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刚才有人说的一样，要在你们在复习的时候，不能把自己当做考生，要把自己当做老师来对待。那么这个把自己当做老师来对待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复习或者说备考的时候，能够就是还原留学生在学习汉语的各个场景，比如说他在学习语音的时候，在学习语法的时候，我该去怎么去组织这个课堂活动，去让他更好的学习这个叫那个拼音或者说那个语法知识。那么这里边强调的不仅仅是你只是作为一个考生来对待了，更多的是你作为一个活动的组织者或者说课堂组织者。所以我想这个要求就比较难了。所以也希望大家，同时我在上一次课讲课的时候还提到一个词叫什么呢？叫脑子要活。不要想脑子要活，所以我平时就是昨天加今天也在大家微信群里面也在看到有几位同学非常好，就是在不停的问问题，然后大家在不停的讨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种学习的方式，特别是你在遇到困难或者说不会的时候，一定要多提出来，然后大家一起讨论。其实很多东西你一讨论之后呢，其实你会发现也没有那么难，可能就是你自己一直在想，可能想不明白，对吧？好，所以我鼓励大家继续去讨论，在看视频呀，或者说做题的时候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拿出来跟大家一起来商量。好，那我们上节课我们讲完课之后呢，有个学生问他老师，我们下节课还是大框架吗？不讲具体内容吗？我说不是的，我说我们一共有28个小时课呢，怎么可能一直大框架呢，对吧？好，那么所以呢，我们就紧接着上一节课讲的那个现代汉语的框架的第一部分，叫语音部分。那么在语音部分的这里边呢，它一般的每次考试基本上是在10分那个样子啊，10分也就是5道题。但是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我说的这个10分5道题，它其实呢，严格意义上来说，它绝对不止10分的。为什么呢？比如说在后边，他说是在考察什么综合素质部分，或者说考察那个叫应用部分。其实应用部分里边就是你怎么去教学生的问题，但是前提是什么呢？前提是你要必须对这些语音知识呢有所了解。所以有的时候很多学生会问我，就说老师，这个语音部分它到底要能够考多少分？这是很难说考多少分，因为比如说后边可能一个案例，下面5道题，它可能都是在围绕着语音教学、语音知识来进行考察你的。所以你说怎么样才能够算是一个它多少分呢？所以它很模糊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在复习的时候，好像我上节课还讲了个词叫大格局，就是我们在复习现代汉语也好，复习那个对汉教学言论也好，你不要把它界限画太明确啊。比如说我现在就是复习语音怎么样，我们要把它放在一个教学当中去研究它，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好，我们往下看。我们说今天来讲语音部分，那么大家在看书在听我讲课的时候呢，大家把那个现代汉语拿出来。如果说你要是没有现代汉语的话呢，你可以把你的那个电子那个手机也好，或者其他的电脑iPad 也好，把那个电子书打开，因为我们有时候经常会让大家翻书来看一下啊。好，我们首先来看我这个内容的顺序啊，都是按照那个现代汉语的这个顺序来的，就是从前边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叫绪论部分呢，我们就不讲了，因为绪论部分都是一些理论知识，其实它考察东西很少，基本上不会考察你，因为一般情况下都是考研呀，或者说其他期末考试的时候，比如说本科生期末考试才考前面绪论部分的。那么真正因为我们不可能去教留学生绪论这个什么东西，对吧？好，那么我们就直接从第一节现代汉语的那个看一下啊，第一节开始讲起。那么绪论呢，应该是对应的应该是现代汉语的第2章语音，大家注意看啊，现代汉语的第2章语音部分。好，我们先看第一节叫音节。其实我在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觉得什么是音节？我们经常说我们说拼音。很容易理解啊，拼音，比如说爸爸哦，它是一个波啊爸，那它是一个拼音。那什么是音节呢？大家有没有想过什么是音节？其实当然这个问题呢可能有点抽象啊，或者说觉得什么是音节呢？难道他要考察我什么是音节吗？其实这里边并不是要求大家去记住这个音节的概念，只是让音节的这个定义，只是让希望大家能够在脑海当中有这样一种意识，就像刚才有人说的一样，声韵调相结合，它组成一个语音的单位，对吧？叫音节。所以这里边重点强调的是什么呢？重点强调的是声韵调相结合的。
好，所以我们在脑海当中是哦，这就是音节。那么它让我分析音节，就是分析它的声韵调，对吧？分析它的声韵调。大家注意听啊，我有时候我讲的东西呢，可能不一定是完全按照 PPT 中讲的。比如说 PPT 当中我说音节它的定义什么概念什么，但是有时候我会就是根据考试内容，或者说根据我们要把它灵活去记忆，可能会跳跃性的往后走一下啊。好，所以那么我们刚才说声韵调相结合的这样一种东西，它就是一个就是一个音节，对吧？这个音节，或者说我们平时说话的时候，我说一个汉字，那么它可能就是给它一个概念，它就是一个音节。好，所以用我们的标准，用我们的理论知识来说，理论的话来说，就是音节呢是语音结构的一个基本单位。大家注意这里边，大家我把激光笔拿出来啊。好，好，这里边也是自然感到的最小的语音片段，这个大家容易理解吧？容易理解啊，就是我们什么叫自然感觉到，是我们人耳朵能够听到的。比如说，就像我刚才说的3个字一样，比如说，那么大家听到是几个片段呢？比如说3个，对吧？这是我们自然感觉到的。但是如果说，那么有些人会说，老师还有非自然感觉到，有的，什么情况下？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用一些录音软件，分析语音的分析软件去分析这个音它到底有哪些部分构成。那么这里边它可能那个语音片段那个语音单位可能分就更细了，对吧？可能分得更细了。所以，那么我们自然感觉到呢，就是一整段的一个字一个字的，所以这个叫自然感觉到的。它是语音中最自然的一个结构单位，这个我们就不用说了啊，跟前面的意思是一样的。好，所以从人们对语音的自然感觉上来说，音节呢是最小的一个单位，对吧？音节是我们语音当中最小的一个单位。所以，那么这里边书上还讲到的说，事实上呢，音节呢它是有结构的。虽然说我们感觉到的，比如说这三个字啊，比，我们真的是一个音节，但是当你去把它细分的时候呢，它还有一个结构，就像一个分子一样，分子里边你可以把它分为原子，还可以把它分为其他的很多个结构构成的。那么音节也是一样的，比如说我晚上没有吃饭，那这里边音节我。它这里边其实它是有结构的，什么结构呢？有声母，有韵母，有声调，就是我刚才在最开始的时候问大家的，什么是音节？音节就是有声母，有韵母，然后有声调，然后合在一起构成的一个语音单位，就是这个就是音节，对吧？好，所以我们对这个音节有一个基本的概念的了解了啊。在这里啊，我要给大家提个醒是什么呢？就是有人会觉得说，老师，我觉得你讲的东西就那个考试都不一定考。大家一定要注意，我这里边讲的呢，不一定是都考的，但是它能够决定你后面考的顺不顺利的。因为有的时候我在以前也做过一个这样的一个叫什么依照课本，然后加上相应的习题来进行讲解。然后呢，很多同学说，老师那说能不能快点，能不能直接讲题？然后我说，有时候如果说你这基本的概念没有搞懂的话，你做题完全都是考蒙的，对吧？完全是考蒙的。所以呢，那么这里边呢，我们就需要什么呢？我们就需要对这些基本的理论知识进行一个补充。那么如果说你要是想急功近利的话，那我们的视频课当中有那么多道题，你完全可以直接去进入，也是可以的，对吧？好，那么刚才这位杨同学说，这句话当中有4个音节吗？大家这里有几个音节？大家这里有几个音节？对，7个音节啊，可能就是那个杨同学看到我把它分的我晚上没有吃饭，把它分成了这样的一个片段，所以他以为是4个音节，其实是7个音节。我说我们后面会讲到，一个汉字基本上对应一个音节，对，很好，对，一个汉字基本上对应一个音节。那么在考试当中呢，他也会讲到这里边呢，考试当中呢，他也会去问我们，就是给你一句话里面有几个音节、几个词、几个语速等等。可能在大家也看到了，在词汇部分当中，他会问你什么有几个词、有几个短语，或者有几个语速啊等等。其实如果说你不小心，可能也会把它分错的啊。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刚才我们已经理解了音节的这样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我们人耳当中听到的最小的那个语音单位，或者我们听到的那就是音节。好，接下来我们再看普通话的基本音节有418个，算上四声的话呢，一共有1200个左右。其实这句话它是在陈述一个事实，但是呢，我们不能够仅仅把它作为一个事实来看待，但我们需要记住它。同时，另外一点要告诉大家是什么呢？要告诉大家的是，当我们在去教留学生学习汉语的时候，如果说留学生觉得比较难的话，你怎么样去安慰他啊？这个汉语不难的，你看我们中国人，你看这个小孩子，中国小孩他才3岁就会说汉语了，所以你这么大应该肯定会说的。这个其实他是没概念的，他会觉得3岁小孩他是中国人啊，所以当然会说啊。所以呢，我们用什么样的一个事实来告诉他汉语很容易，汉语不太难呢？这是一个好方法。比如说他说啊，老师汉语我觉得好难呀，怎么样啊？你可以说没关系的，你看我们现在汉语，你看我们的平时中国人说话当中，其实我们说来说去呢，一共才400多个音节，你即使把这400多个音节记住了，其实你就已经汉语已经学习差不多了，对吧？已经学习差不多了。所以呢，那么这里边我觉得这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刚才告诉大家的，我们在学习这些基本的汉语知识的时候呢，不要仅仅把它作为知识来吸收，你要想多怎么样为我的汉语教学来服务。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对吧？你也会这样的话，你也会觉得复习起来觉得很有意思啊。好，那么算上然后学生会说了，那老师还有1声2声总是分不清没关系，算上4声一共常用的才1200个左右，也没有关系，对吧？也没关系。所以那么和其英文单词和什么单词相比的话，差的不是一点半点。所以汉语不难啊，汉语不难。好，我以前在留学上课，我经常会用这样的一个例子来给他觉得，他会觉得原来也确实是啊，只不过说可能在汉语什么这些音节，但是我这里面想提个问题啊，大家觉得？如果说用这种方式告诉留学生，觉得汉语很容易，那么留学生当时也接受了，汉语确实比较容易，不是那么难。但是呢，留学生后边又会觉得还是比较难，为什么呢？大家有没有想过？即使你告诉他
它确实是一个事实，音节数这么多，但是为什么到后边它还会觉得难呢？你觉得它难在哪里？对，有同音、有同音不同字的、同字不同音的等等，这些加在一起，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我们汉语当中变调特别的多，上声变调、去声变调等等，儿化变调，还有很多变调。那么这个，所以他们会觉得，哎，你们中国人说话怎么跟我们老师讲的不一样，对吧？讲的不一样，所以很难，所以这个就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困扰。当然，我们先从基本的开始说起，所以我们还是不要把学生吓住了啊。好，那么一般情况下，一个汉字呢就表示一个音节，这句话非常重要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一般情况下，一个汉字就表示一个音节。好，那么当出题会问你此句话当中一共有几个音节，你就数汉字1、2、3、4、5。但是如果说你要是这样数的话呢，可能80%是正确的，但是还有极有可能它是不正确的。为什么呢？还有另外一种特殊情况，叫两个汉字表示一个音节，比如说儿化音，有些人都这样说，表示儿化音。好，注意他说可以这样理解吗？一个音节乘以4个调得出的基本的数量，可以的，基本上可以这样来理解的啊，可以这样来理解的。比如说这基本音节一共有418个，乘以4的话呢是1600个。那么1600个，但是呢并不是每一个音节它都有第一声、第二声、第三声、第四声的，因为有些音节呢它，比如说有些音节的第二声它是没有汉字的，对吧？找不到对应的汉字的，所以呢它就没有什么，那么它这样声调的话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对吧？好，可以这样来理解。好，但是最重要的，我想是这两句话比较重要啊，所以那么大家他一旦让你去问你一句话当中有几个音节的时候，你要特别小心里面有没有儿化，一般情况都会有的，不然的话他不会让你去考察你数学题1、2、3、4让你去数汉字的。好，这是这一个，我想大家这个大家理解我们就简单过了。那么下面这一个特殊情况呢，在目前情况下基本上不会出现了。那假如说万一在这个老师变态。怎么说呢？这数学题里面它确实有铅瓦，或者说有什么其他的，虽然说废纸了，但是呢，我万一情况出现的情况的话，你把它一个汉字呢算作2个音节啊，这个我觉得出的可能性很小，但是呢我们也知道一下就行。好，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这个是念铅瓦，这个是念什么？因为它已经废止了，所以我也查不到，我不知道念什么，我只知道这个念铅瓦。好的，然后接下来我们刚才老师都不知道就放心了。好的，好。那么刚才呢，我们讲到从总体上来看语音节，对吧？音节我们从模糊的概念或者说从宏观的角度音节是什么呢？音节一个汉字是音节，那么我们听到一个汉字就把它记作一个音节。但是呢，也有一种特殊情况叫什么呢？叫做有儿化音，比如说花儿，它是2个汉字，我们不能把它作为2个音节，只能把它作为一个音节。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刚才是从宏观上，接下来我们就从微观上角度来继续对这个音节进行拆分。好，第一个我们看叫音素，什么是音素呢？大家注意看我们先不看概念，我们先看前边刚才给大家这一句话，他说我晚上没有吃饭，对吧？我晚上没有吃饭。那么这里边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吃，它有几个因素？比如说它是一个音节，对吧？是一个音节，我们是自然感觉的一个完整的单位。但是如果说你用拼音有声母有韵母，然后有声调把它分开之后，那么这里边它又有一个因素在里边，所以呢有2个，这个可能已经其实基本都知道有2个因素。那么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什么叫做因素。因素呢它是最小的语音单位。刚才我们说音节也是最小的语音单位，但是它有一个前提条件叫我们所能够自然感觉到的最小语音片段，对吧？自然感觉到的一定是自然感觉到的好，那么这个因素它是怎么划分出来的？比如说刚才有人说这里边是2个音节，那么两个因素你怎么判断它是2个因素的呢？其实是通过什么呢？通过这样的一个音质差别来划分的。什么是音质差别？我们经常说这个学生的音质很好，音质很干净，或音质非常的非常的柔软，非常柔和等等之类的。那这里面所谓的音质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如果说要是通过语音分析软件的话，你会发现这个辅音它好像就是振动的波幅振幅不是太高，但是元音突然间这个振峰非常高，那么这个就是不同的音质。不同音质，所以这里面音质呢，我们完全可以用我们平时所说的这位同学的音质非常好听音质很怎么样，这就是通过这样的划分出来的。所以刚才我们说，那么这里边吃饭的吃，对吧？吃饭的吃，它这里边前边是声母，后边是韵母，那么声母和韵母它给别人听起来这个什么呢？这个特征是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那么我们就根据这样的一个特征，这个特征叫音质特征划分出来的，所以把它称为什么呢？称为因素，称为因素。好，所以那么这里边是这个好，那么因素是这样。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刚才我们说吃饭的吃，对吧？吃饭的吃，它是前边是吃，后边是日，就是前面是这个它不是一的发音，它是日的发音，吃。好，那么我们说它是声母，后边是韵母，那么所以刚才我们说这个就是它的一个什么呢？根据这个声母和韵母的音质划分出来的2个单位，对吧？这么这2个单位又是一个最小的单位，所以它是一个因素。那么大家可能被我绕迷糊了那么其实我想表达是什么呢？我想表达的是，那具体什么是因素呢？其实因素呢，在我们的那个现代汉语当中，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什么呢？分为元音和辅音，称为因素，对吧？好，所以我们刚才只是举了一个吃饭的吃这样的一个例子呢，来给大家就是说先简单的知道什么是因素。好，那我看一下同学的问题。
这个 Jackie 他说吃打个问号，想问什么问题呢？好，那个气流是否受阻？那么这个气流是否受阻呢？它是我们在后边声母韵母当中会具体讲到每一个那个因素它的一个特征是什么样子的。好，杨同学说声母、韵母、元音、辅音的区别是，后面会讲到啊，后面会讲到。简单的来说，辅音里声母都是辅音，但是辅音并不一定都是声母。韵母大家注意啊，韵母是由元音构成的，但是韵母里边也有元音加上辅音构成的这样的一个单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理解，后面我们会继续讲到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课呢，需要大家静心来听好，就是你的脑子要快，要跟着，不能去走神，不然的话你跟不上啊。好，然后这个他说这个音节里有吃有和日两个因素吗？对的，两个因素。好，那么我们看一下，在我们考试当中，那个考试卷当中经常会这样问，他说此句话当中一共有几个因素，对吧？他会让你数几个因素。那么这里边在我们书上他说到了，他说一个音节当中啊，最多只能有4个因素。好，那个 Sandy 他说韵母由元音或元音加辅音构成，对啊，韵母由元音加辅音，有元音或者是由元音加辅音构成，因为什么？因为韵母它分为单元韵母、复元韵母，还有鼻辅音韵母，对吧？所以呢，它是什么呢？它是这样的一个构成方式。所以就是说，大家当你提到韵母，什么是韵母，什么是元音，你要明确知道它们的界限是什么。这样的话，你才能够什么呢？你才能够有能力去有这个底气去教留学生，不然的话，你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是元音，什么是辅音，什么是韵母，你分不清的话，你心里没有底，对吧？所以之前也有学生说过，他说老师啊，上过这个现代汉语课程之后，我才发现原来那个现代汉语并不是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那样，只要是中国人都可以教汉语，并不是的啊。好，没关系的。对这个3632他说跟着老师走，我相信大家都在认真听讲啊。好，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一个音节最多只能有4个因素，比如说最后一个，大家觉得最后一个因素它有哪几个因素呢？大家用打字的方式告诉我。好，之还有呢，u a n 对吧 ？ng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什么呢？鼻辅音韵母，鼻辅音韵母。好的，好，没问题。对，第4个。所以比如说我们语气词啊，它是一个对一个，那么这个是几个呢？阴天的阴几个因素？大家数一数，阴天的阴。好，娜娜她说有2个，对，2个，大家不要误以为什么，只要是字母，它就算一个，不一定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前面这个一呢，它只是一个歌音字母，我们后面会讲到啊，后面会讲到歌音字母。好，吃饭的吃，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然后来，它一共有几个？一共有 l a i， 对吧？3个。好，这是大家对这样的一个因素怎么去判断一个音节里边有几个因素，基本上也了解了吧？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了啊，后面就不要再犯糊涂了啊，因为后面还有很多，还会让你去数其他的一些东西啊。好，而且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另外就是后边可能出现的一些特殊情况比较多，比如说零声母的，比如说歌音字母的，还有呢就是前边把一变成 y， 把那个一变成那个大写字母 y， 变成那个字母 y 的形式，还有那个u 变成 w 的形式，就是这种特殊情况会把大家搞糊涂。但是我们在这个攻克那些难的之前，先把这个基本的先弄好，然后后面的来一个问题我给解决一个。好，对，波表它是有几个呢？波一啊，还有一个是喔，对吧？这4个。好，我们看一道题，唱这个音节当中所包含的因素一共有几个？对，这个很简单了啊，很简单了。所以像对于这个，如果说在考试当中出现的话呢，它基本上是属于那个送分题，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那个紧张，或者不要那个窃喜，然后手一抖，然后选成 C 啊，选成 C。好，有这种情况的啊，有这种情况的。好，那么刚才啊，大家注意啊，我们刚才讲到的是因素，对吧？讲的是因素。那么因素呢，它是最小语音单位是根据音质差别划分出来的。那么我刚才提到了一句话，叫什么？叫音质。什么是音质呢？我们怎么判断这个音的音质和那个音的音质不一样呢？就是比如说我和他、特啊他、我，那我们为什么判断他们2个音不一样？我觉得一样啊。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它里边的这个构成成分不一样，对吧？好，构成成分不一样，决定它的音质不一样。那么音质呢，是决定了它的因素的，是决定了它的因素的构成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因素里边包括可以分为元音和辅音，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我们说大家一定要知道，我是在给大家捋顺这样一个关于什么是音质、什么是因素，然后还有音节等等之类的啊。好，那么所以我们刚才说，在吃饭的吃当中，我们前面说那个辅音是吃，元音是日，对吧？元音是日。好，那么它们放在一起构成了一个音节，那么单独看它们就是一个因素，就是一个因素。好，那么就是因为这些许多的因素的不同，才能够造成我们听觉上的不同。这种听觉上不同，我们把它称为一种音质特征。大家明白了吗？好，称为这种音质特征。所以前面他在现代汉语书上他说了一句话，是根据音质特征划分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因素，所以可以分为元音和辅音。好，这个顺序搞明白了啊。所以因为这现代汉语它需要你动点脑筋的，它不仅需要你去记忆的啊。那么气流在我们怎么样去判断什么是元音，什么是辅音？现在大家都知道元音就是在后边，辅音就在前边，对吧？我们可以这样简单的通过它结构的位置来理解。那么，但是如果说我们从它的这个物理的这个特征上来看的话呢，我们可以这样来区分。
气流在咽腔、口腔不受阻碍而形成的音呢叫元音。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啊喔呃一乌吁，对吧？那么受阻碍而形成的音呢叫辅音，如波特诗等等波波摩佛特勒等等很多了，对吧？一共有22个辅音。好，那么大家想一想，在我们刚才说气流在咽腔、口腔当中不受阻碍的音叫元音。大家注意这里边这个元音，什么是元音呢？这里面元是什么意思？这里面元是什么意思？那么这里面辅又是什么意思？好，有人说是基本的，那么辅呢是什么意思呢？好，最初的辅助的。好，其实我为什么去提这个问题，同样是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在去理解这样一个原因，是不仅仅说它这是原因，但是你要知道我怎么样从它这个什么名词的一个字面的意义上来呢，其实我们就能够判断出这个原因在整个音节当中或在我们的现代汉语当中所占有的位置，那么就会启发我们的调汉语老师在去教留学生学习汉语的时候，我们要把重点放在什么呢？放在这个元音的发音上。为什么？因为元就是主要的。我们经常说元首就是第一老大，对吧？就是主要的音，所以称为元音。这个元音对吧？好，对，成为主音元音。那么辅音相辅，我辅助你，你是主音，你是主要的，我是辅助的，我是配角，所以叫辅音，对吧？叫辅音。所以那我们那么反过来讲，那老师，那为什么现在汉语课本上他不去这样来介绍呢？其实是一样的。为什么？我们比如说辅音辅助这个元音的，所以它的发音上基本上是听不到的，对吧？基本上听不到的。比如说他，大家去听他，其实我们脑海当中听到是他，对吧？所以我们这里边。那么辅音呢，基本上是被它忽略掉了。那我们如果说你学过语音的话，或做过语音实验的话，通过我们那个语音的这个共振风也好，或者说那个语音的图也好，你能看出来辅音它是很短一段的，很短一段啊。好，所以这就是元音和辅音。那我们以后在教留学生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如果说你这个留学生纠音，你就有这样一种意识在里边了，你就可以。有些留学生呢，在发音的扬腔摇调特别厉害，那么他特别厉害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元音没有发对，不可能是辅音的。但辅音也有它一方面因素，但是不是它主要因素。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去学习这个现代汉语的时候，我们需要具备的这样一种素质在里边啊。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已经理解了什么是元音，什么是辅音，对吧？元音什么是辅音？然后接下来，那么在我们现代汉语当中，一共有多少个元音，多少个辅音呢？那么在我们现代汉语当中，一共有22个辅音，对吧？一共有22个辅音。那大家想一想，我们声母在现代汉语当中一共有多少个声母？大家回答我这样一个问题，在现代汉语当中一共有多少个声母？21个声母。好，那么我刚才又说了一句话，我说声母都是辅音，对吧？声母都是辅音，那么这就意味着21个声母，也就是21个辅音。那么还有一个辅音是什么？对，刚才这个学生已经说出来了，叫 NG， 就是鼻辅音，这个鼻辅音叫我们这样说对吧？好，所以这个大家也要知道的啊，我们脑子要清楚，因为我们现在学的东西还比较少，后面越学越多的时候，你可能就糊涂了。所以我们学一个，把它理解一个。那么元音呢，一共是单元音一共10个，复元音呢一共13个啊，一共13个。好，这是元音和辅音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的数量，我们大家已经有这样的一个了解了。其实我们在讲到这里，我们脑海当中也要形成这样一种观念，什么观念呢？我们在教留学生学习现代汉语的时候，无非就是教他什么呢？就是教他10个元音，不是22个辅音，然后23个这样的一个单元音加上复元音，一共23个啊。如果再加上后边的鼻辅音的那个复辅音的话，那可能一共有33个这样的一个辅音。那么其实说白了，我们教这么久的现代汉语，教这么久的留学生，就是教他这些基本的音。把它这些基本音搞懂了，然后基本上这个表达是没有问题了。那后边在它的这个每个汉字所具备的一种意识，那个意思是什么？那的话靠它后边的语法知识来了解了，对吧？所以呢，这个汉语的发音对于留学生来说也并不是那么难。那么你就把这几个音发音的特征啊什么多操练几遍就可以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这样说我们会觉得一件事很难。其实难当然有些事情确实难，但是有很多事情并不一定难。你之所以觉得难，是因为你没有认真的去分析它到底难在哪里。其实你发现其实也没有什么难的，对吧？好。刚才我们讲到了元音和辅音它的概念以及它的一个数量。那么刚才在我们说提问题的时候，有一人说气流是否受阻，对吧？那其实这里面你回答的已经很超前了，你是在回答什么呢？回答元音和辅音的一个区别性特征。那么我们刚才说元音呢是什么？气流在口腔当中不受到阻碍，所以呢形成了一个音叫元音。那么这里边是否受阻，它写的是否。那么发音部位是否紧张度是否均衡，它是一个均衡的。气流是否强，它是不强的，因为没有阻碍，所以它就不强嘛，对吧？如果有阻碍的话，比如说我们去手在前面去那个吹一口气，你明显会觉得什么呢？它前面受到这个阻碍了，明显会觉得这个气流特别强，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气流碰到了这个阻碍的点之后呢，气流全部挤压到这一块了，所以呢气流显得很强。那如果说不受阻碍的话，前面一片开阔，那么它就没有什么阻碍了，那么气流就慢慢就消散出去了，所以就不会强了，对吧？就不会强了。好，这个后这位同学说，老师是声母一共21个，还是声母还有声母有21个辅音？大家来回答这位同学提出这个问题，大家觉得应该这个声母和辅音这样的一个这句话该怎么说？其实我刚才已经说了一遍了啊，大家觉得怎么说？对，辅音22个，声母21个，只不过说这些声母都可以作为辅音，都可以充当辅音的这样的一种作用，对吧？充当辅音的这种作用。好，明白了吗？
对，所以我们说21个声母都是辅音，然后呢，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辅音都是声母，因为还有一个很特殊的例子叫鼻辅音，叫鼻辅音，你就记住辅音比声母多一个，多哪个多 ng 那一个就可以了啊。好，所以这是这样一种情况。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刚才我们讲到了元音和辅音，对吧？大家注意看哦，我们在讲元音和辅音的时候是从哪里讲过来的？我们在讲元音和辅音之前，前面讲了什么？前面讲了什么东西？我们在讲元音和辅音之前，对，讲音素，对吧？好，在讲音素的时候，前面又讲了什么？又讲音节，对，很好。好，音节是笼统的来说的，音素讲完之后，音素又分为元音和辅音，对吧？分为元音和辅音。好，接下来我为什么突然间让大家去回忆刚才我们讲的什么？因为我们后边又出来3个概念，叫声母、韵母和声调。不然的话，你不知道，老师刚才在讲元音和辅音，怎么突然间蹦到声母、韵母上去了？因为它们之间是有相互联系的。那么元音和辅音的联系，元音和辅音，元音与辅音以及音素，它们之间的联系是什么呢？是元音加辅音构成了音素。好，那我为什么又在讲完元音和辅音之后，同时又讲声母和韵母呢？因为声母和韵母，声母呢基本上都是辅音，辅音基本上都是声母，韵母呢基本上都是由元音构成的，所以我们紧接着就讲了声母和韵母，所以这个前后的这个顺序和它们之间的关系要点清楚，不然的话你弄得像浆糊一样，越弄越不清楚啊。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具体我们刚才讲到了声母，具体什么是声母呢？就是音节开头的，大家注意看它这个概念，其实很有意思啊，就说叫音节开头的辅音叫声母。音节开头辅音叫声母，其实这句话呢，我们只能中国人理解。如果说你把这句话放给留学生来理解，留学生说，老师，你刚才说声母是指音节开头的辅音，那这里边什么是音节？什么是辅音？当然这是一个我们学术化的一个解释啊，我们在给留学生解释的时候不能这样来解释。好，那么留学生老师呢，怎么样一个留学生解释什么是声母呢？你就直接跟学生说，举几个例子，大家去看前边在一个你看到的一个拼音的前边这个字母，它就是声母，对吧？你就这样来理解，这样给他去指出就行了。那至于后边它什么辅音的概念啊、音节的概念，等他继续讲深造的时候，他会自然就会明白了。好，那么声母这个是这个，然后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叫什么的零声母。零声母是什么意思？就是有的音节啊，我们刚才不是说吗？音节的开头是辅音，但是呢有的音节开头没有辅音，音节开头就是元音，对吧？音节的开头元音，所以叫做什么？叫零声母，比如说没有辅音，所以我们可以说它的声母呢等于0，习惯上叫做零声母，又叫零声母。好，这是这一个啊，对。好的，后面我们还会继续讲到零声母我们该怎么给它标音的问题啊。接下来我们再看，刚才我们其实这个声母和辅音的区别，我们跨越性的已经讲了它们之间的区别啊。好，那这里边首先有人会说，可能会这样一个疑问，老师，声母和辅音到底有什么区别？除了数量上之外，那么除了数量之外呢，它是这样一个，然后接下来还有第2个区别是在音节的位置不同。我们刚才说声母呢都在音节的开头，但是呢辅音呢并不一定都在音节的开头，因为它还有一个辅音是在它可以作为韵尾在最后，所以这就是声母和辅音的一个学术上的一个说法的一个区别啊，学术上说法的一个区别。好，现在明白了啊，声母和辅音的区别终于搞明白了啊。好，刚才区分了声母和辅音的区别，在最开始的时候呢，有个学生问，他说老师，元音和韵母有什么区别呢？那么首先第一个，总数不同。总数不同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元音一共有23个，包括什么呢？包括大家注意啊，但我提个问题，其实刚才已经讲过了，这个元音23个是怎么得来的？大家告诉我。元音一共有23个，对，单元音加上复元音一共有23个。好，韵母呢一共有39个。我们说韵母里边一定有元音，但是为什么元音23个，但是韵母多出这么多呢？因为韵母里边不仅仅有元音，同时还有辅音，比如说呢，比如说那么元音加上这些呢，加上这些又会构成一个语音单位。这个语音单位，所以我们把它称为韵母，对吧？我们在课本当中也有的叫什么叫前响复元音、后响复元音，还有什么鼻辅音等等之类的。那这就是元音和韵母之间区别。所以我想啊，今天晚上学完这节课之后，对于这些基本的数量，什么元音啊、辅音啊、声母啊、韵母啊等等这些数量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了，不能再像找浆糊一样，20多少，反正就那么多吧。比如说别人问你声母多少个，22个21个。差不多吧，就21、22、23那个样子吧，对吧？所以我们就不能够在那个模糊概念了啊。好，那么韵母又分为3类，叫单元音、单韵母，由单元音充当；复韵母由元音跟元音充当，然后还有鼻音韵母是由元音加鼻辅音构成的。第3个是什么？是它的结构成分不一样。其实说来说去呢，还是刚才说的这样的一个总数不同，叫什么？叫韵母不仅仅有元音，还有辅音，也就是造成了它们的数量的不同，对吧？数量的不同。好，这是元音和辅音的区别，这个在课本当中也有的啊，在课本当中也有的。好，刚才讲到了元音，叫元音、辅音、声母、韵母，在我们的一个音节当中，我们说它是由元音加上辅音，然后再加上什么呢？加上声调构成的，对吧？加上声调构成的。那么具体什么是声调呢？大家注意看，声调它是音节的音高变化，它贯通整个音节，如花、华、画。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样一个描述，叫什么呢？
它贯通整个音节。其实我想问大家，当你从这句话当中能够得到什么样的教学上的启示，或者说它对你的给留学生教语音的时候有什么帮助？大家有没有思考过？那为什么说叫贯通整个音节呢？大家有没有想过？因为这个它极有可能会出一道题，出到什么题呢？比如说一个学生他的音发错了，然后让你去给他纠音，怎么纠音？一个字在一个调上，一个字在一个调上是我明白你的意思，一个字在一个调上，就是从第一就开始变，很好。这个杨瑞这个同学他说的非常到位啊，就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在给留学生教他语音的时候，并不是说比如说花。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老师没有经验的时候，他会什么呢？会刻意的把那个花，就是那个音放的特别的重，其实这是不对的，那会给留学生造成一种什么呢？造成一种误区，就会觉得反正最后一个音，声调在那个最后一个音节上，所以你会有的时候这个留学生被害了什么？被害的不行，叫什么样？就是说发个音的时候发的特别费劲，比如说我们说头发的发。头发的发呢，他在老师教完他之后，他说我们四声要标在最后一个音节上，叫发所以呢，大家会去读发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学生就在去操练起来特别的笨拙这是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给留学生教他去声调或者教他去学习这个汉语拼的时候，我们没有必要把他这个音调的重音放在一个某个音节上，但它是主要的一个音节，但是从我们实际的这个语音听感角度来说，这个声调从第一个音节开始就已经呈现了它所应有的一个特征。呈现它所应有的特征，所以给我们启示就是去给留学生特别是强调纠正这样声调的时候，不能仅仅去纠结于最后那个声调所标的那个音上，所以这个大家特别重要它极有可能是一个选项是以下纠音比较可取的是什么什么，其实它所利用的或所考察的就是你看是否明白这样的一个声调的一个特征。所以这个声调呢是对整个音节的影响从声母就已经开始了，并不仅仅是在这个元音上。好，这个比较重要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刚才讲到了元音、辅音、声母、韵母和声调，对吧？那么在这之前，我们又讲到了音素，在音素之前又讲到了音节，好，这一连串下来，基本上把这些概念都搞清楚了搞清楚了。好，接下来我们分析完了音节、音素之后，有人会说，老师，难道就像一个什么分子、原子、还有什么其他的等等各种子，我能不能这个音素里面还再继续划分呢？可以的，划分什么呢？划分成音位。这个时候其实这个音位它有什么呢？它就不一定能够通过我们的听觉感知所能够感知出来了，它可能是需要借助于一定的仪器来进行感知。所以当然这个音位呢，它考察的不是特别多我们也需要了解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呢？就是音位呢，它是一个语音系统当中能够区别意义的最小语音单位。刚才我们说音节也是最小语音单位，但是我们说音节呢是什么呢？是我们自然感觉上、自然听觉感知上的一个最小语音单位。但是在语音系统当中，音节绝对不是一个最小的语音单位，音素也不是，而是音位。好，那么音位是从哪里来的呢？音位呢，它是从音素当中来的。怎么理解？比如说大小的大，这个大家觉得这个对应的是上面这个还是这个还是这个繁写的好，第三个，对，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第二个。大家注意看应该是第二个。在我们的现代汉语当中，这本书在音位音变不是音变是在音位这节当中呢，他讲过，就是什么时候是中间那个大写的 a， 什么时候是前边这个什么时候是繁写的它都有详细的介绍。比如说我们说天叫什么天安门，叫什么天空的天，那么天空的天和大小的大，虽然说它的它的音素都有元音这样的一个音，但是我们从实际的这个听觉上来说也好，或者说从语音分析上来好，他们的这个音质是不一样的，给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那么这就是什么呢？有人会说，那同样是一个音素，为什么发出的音是不一样的呢？那是因为它有一个音位的一个变化，所以才会出现这种千差万别的情况。那么留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他会有点迷惑。那么他可能比如说你只是叫他大小的大他知道这个大。那么当他发到天安门的天空的天的时候，他一天，他会有这样的一个什么呢？有这样你觉得很别扭。那为什么？因为他受到了那种误导，他不知道里面需要这样去变化，对吧？需要这样去变化。所以呢，那么这里边就需要我们对话老师去给学生及时的指出来。好，在我们这里面说语音单位之间，大家注意语音单位之间除了音质差别外，还有作用上的差别。那么这里边作用上的差别是什么呢？作用差别是区别不同的意义。后边我们会讲到，课本当中也有详细的介绍。我们接着往下看好，刚才我给大家举的例子，什么时候出现这个什么时候出现这个我这里边也有的大家注意看，这个繁写的是出现在韵尾日和呢之前的，比如说爱情的爱，再比如说安全的安，对吧？它是出现在呢的前边。然后这个呢，应该的该哀，它是出现在一的前边，对吧？出现在一的前边。所以呢，那么这里边它是一个繁写的然后呢，这里边的大写的 A 呢是什么呢？大写的 A 是后边不带什么呢？后边不带韵尾，就是
就是到它为止了。比如说大小的大，后面没有右尾巴，没有了。好，比如说哈哈，还有鸭子的鸭等等，它就是一个大写的 A。大家把这些规则啊记清楚啊，把这个规则记清楚啊。这个 PPT 是在因为那一部分，因为那部分在哪里呢？是在看一下啊，是在原因是在53页，看一下啊，我第4版是53页。应该还不是53页。大家找到了吗？在第几页？应该是在那个94页好像。因为我这里边呢是根据什么呢？是根据音节、音素、音位然后来准备的啊。是在那个，应该还是什么？应该还是在那个，应该在之前97页也讲到，第4版97页也讲到了。但是呢，97页里边他说啊的主要因为变体有这个啊和这个啊，但是他说前面那地方他说前面已经讲过，应该在前面讲过的啊，在前面讲过的。好，那么大家把这些规则还要记清楚啊，把这些规则记清楚。有可能就是在出题的时候，他会问你，就是下列几组词当中，元音啊的音位不同的一组是与其他3组不同的是什么什么？这个时候你就要知道，脑子要清楚，什么时候出现这个啊，什么时候出现那个啊，要知道的。好。接下来我们再看音位的归纳，音位的归纳就不一定考了，它是什么呢？这个是你作为一个研究生或者说作为一个学者需要具备的一种能力和素质或者说储备。比较几个音质相近的音呢，如果能区别意义就分开，如果不能就把它归为一个单位，那么音位呢，就是按照语音的变异作用归纳出来的最小音类。比如说北京话当中的外、弯、文、尾，有人把它读成了乌，比如说尾，还有人把它读成乌，这个乌。那么所以呢，北京人不认为是表示了不同的意义，只是他们表示意思一样，比如说外声的外和文、乌、文，实际他们都是什么？都是我们用那个用阿拉伯字母都是 W 对吧？都是 W。但是呢，其实呢，他们什么呢？但是他们北京人就是我们就普通话这个环境下呢，我们认为他们没有表示不同的意义，对吧？他不会因为这样的一个发音的不同而带来什么呢？而带来它的意义的不同。所以呢，那么我们还是把它归结为同一个音位，对吧？归结为同一个音位。好，这是这一个。我们这个音位就简单的了解一下，知道有这个情况，然后特别要知道一些常见的音位变体什么时候变成另外一个什么另外一个样子，这个知道就行了啊。好，音位一定是就某一个语音系统当中而言的，什么意思呢？有些时候有些人会说，老师，我发现在你刚才说在普通话当中啊，这个什么呢？外省和文他们是什么同一个音位，但是我发现不一定啊。比如说在广东话当中它就不是一个，但是你要记住什么呢？广东话呢它属于方言，它不是什么呢？不是和那个现代汉语或者说和我们的普通话还不是一个语音系统，它不是语音系统，所以我们要这样去看待。还有时候呢，有些学生经常会用英语当中的这样的一个例子来反驳现代汉语当中这个发音的情况，其实他们不是一个语音体系，就不一定是对等的，对吧？不一定是对等的。好，这个我们就简单知道这一个情况就行了啊，简单这个情况就行了。好，那么在普通话当中，要是把爸念成了怕，就成了另外一个音，所以他们要什么呢？这个波和坡呢，它是具有2个变异作用的音位，要严格加以区别。这个意思就是说，和刚才那个外省和文，比如说我发音，比如说外省文，那么这里边我们把它无论发生什么，这个乌发生是乌也好，或发生乌也好，其实它们都没有什么变化，但是这个波和坡就不一样了，因为它们有很重要的一个区别性特征，对吧？而且这个区别性特征呢，已经影响到它的意义的变化。好，这是刚才讲到了从音，大家注意看啊，我再来回忆一下，从音节讲到音素，从音素讲到元音、辅音、声母、韵母，然后从这个音素里边又讲到了音位，对吧？我们不是说从讲到元音，从音素里面讲到元音、辅音、声母、韵母吗？这里边为什么老师突然间插播一个音位呢？因为什么呢？因为音位呢，它也是通过这个辅音，因为元音有音位，辅音呢也有不同的音位，所以呢，我又可以把它这个元音和辅音呢又分为不同的类型，所以出现这个音位这个概念。好，所以我们把这些基本的这个关系都已经捋顺了啊，所以大家脑海要清楚。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刚才讲了这些概念之后，我们再理解这样的一个汉语拼音方案，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了，或者说你就更加清楚的知道汉语拼音方案在我们整个的语音系统当中，或者在整个这个语音的这个知识当中，它所处的一个地位是什么？好，比如说汉语拼音方案当中，它分为5部分，第一部分叫字母表，就是 A B C D E F G 这样的一个叫字母表。然后大家对这下面这个说明，他说无呢只用来拼写外来语、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字母的手写体依照拉丁字母的一般书写规律的习惯。好，一般情况在我们的那个普通话当中呢，很少不会出现这个情况。接下来是声母表，第一个是字母表，第二是声母表。声母表呢是留学生呢，就是汉语学习者呢需要重点掌握的，叫声母表。声母表之后，我们详细见的还有叫什么叫韵母表，这个在我们的课本上都有啊。韵母表，大家回答一个问题或者回忆一个知识点，叫韵母一共有多少个？韵母一共有39个，声母一共有21个，对，很好，好的，好。刚才在讲那些东西，同时还讲了一个声调的问题，对吧？好，声调呢它是有什么呢？有5类声调，4个符号。大家注意这个表述啊，这个表述是比较严谨的，叫什么？叫5类声调，4个符号。
对吧？4个符号。那么所谓的4个符号就是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对吧？去声这样的一个音调符号，但是有5类声调，哪5类呢？轻声、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这样是5类声调。好，大家知道要知道这样的一个表述啊。好的。接下来大家注意啊，我们现在在复习的是什么呢？复习的不是声调，复习的是汉语拼音方案的几个构成部分。好，现在大家回忆一下，我们第5部分是叫各音符号，前4部分是什么？汉语拼音方案的前4部分是什么？第一个字母表，好，还有呢？第2个声母表，对，很好。第3个字母表、声母表、韵母表，还有第4个声调，对吧？声调。第5个各音符号。好，我们把这些所有的概念、所有的板块全部把它捋清楚了，它们井水不犯河水，不要把它混到一起了啊，不要把它混到一起了。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我们先是从大的音节上把它分为音素、音节、音素、元音、辅音、声母、韵母等等巴拉巴拉，然后声调等等之类的。这是从我们说音节，它是最开始讲音节是从很宏观上的。后面呢，我们讲到了声母、韵母，其实大家会发现，老师你怎么没有讲到声母它的发音特征呢？比如说什么是什么呢？什么它是叫色擦音，什么是擦音，你怎么没有讲呢？那是因为什么呢？那是因为还没有讲到，因为它是一个教材嘛，如果教材一下子如果讲太深入的话，你会接受不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讲到什么呢？讲到那个声母和辅音，具体来看一下声母和辅音它们在整个的这个汉语当中、普通话当中所具备的一些特征，以及如何把它去教给留学生这样一种情况啊，这种情况。好，刚才我们来看一下声母。声母呢，它是在普通话当中呢，一共有21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一共有21个辅音声母。它没有说有21个辅音啊，它说有21个辅音声母，对吧？好，然后那么根据刚才有同学说呢，根据它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我们把它的这个特征呢分为以下几个特征。比如说发音方法上有色音、色擦音、擦音、鼻音、变音，对吧？从发音方法上来区分。好，然后发音部位，发音部位其实这里边什么叫发音部位呢？发音的部位就是说它的受阻碍的那个点在哪里，就是发音部位，就是受阻碍的那个点就叫做发音的部位。比如说唇、舌尖、舌面，对吧？那么这边唇还包括双唇、唇齿。舌尖呢又包括舌尖前边、舌尖中间，还有舌尖的后边，分的就更详细了，对吧？分的更详细了。好，舌面音、舌面前和舌面后，舌面后，所以这个呢它又是一排，这个呢又是一纵排、一横排，这个构成了。那么你把这个表格记住之后，你就基本上对每一个声母它的发音特征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有什么认识？我们后边会具体讲到啊，会具体讲到声母的发音。好，我们说波波摸佛得得呢了。我们听起来是不一样的，对吧？听起来不一样的。那么为什么会不一样呢？那是因为它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的不同，对吧？比如说我们就像什么呢？我们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钢琴小提琴，它们的它们的声音肯定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它的材质不一样，因为它的构造不一样。那么这里边乐器的构造其实就相当于我们人的口腔的一个构造。口腔的构造，那么这里边就包含了发音的部位和发音方法决定你这个口腔的形状，口腔的形状然后决定你这个声音的不同。就是根据这样来的，所以我们经常会拿各种不同的乐器来进行说明，为什么不同的声母或者不同的韵母，它们的发音是不一样的，发出来的声音是不一样的。好，那么刚才我们讲的发音部位，对吧？发音部位里边，我们说它有双唇、唇齿、舌前、中后、舌面前、舌面根，不是舌面前音，舌面前和舌根后，这舌根呢就是舌面后音啊，舌面后音。我们看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把这些发音的特征要记清楚，因为在考试的时候，它极有可能会问你什么呢？就是它会给你一个汉字或者说一个拼音，他问就是这个音节它的辅音的发音特征是什么？下列描述正顺式，这个你要清楚。比如说哪些音是双唇音，哪些音是唇齿音，这个比较好记啊。比如说波坡肯定是双唇，当你不知道它的发音部位是什么时候呢？你可以什么呢？你可以自己发一个试试，比如说波坡，对吧？明显会觉得上唇和下唇呢是在碰撞一下，然后发出来的，对吧？还有呢，双唇音还有摸，对吧？原本是闭合的，然后两个上唇和下唇一打开，就变成了这个摸这个音发出来了，所以它是双唇音。大家明白了吗？我希望大家把每一个类啊都通过这种方式自己去演练一下，这样的话你对每一个音的发音特征就基本上有所了解了。就像我刚才带领大家波坡摸一样，你现在我相信你记得很清楚，它是双唇音。为什么呢？因为老师刚才给我示范了，我也看到了，所以呢我记得比较清楚，对吧？那么接下来就是一样的，也需要大家一个一个去对照的去发一下。比如说唇齿音，唇齿言外之意就是唇和齿的一个结合，叫做什么呢？叫发出来一个音叫什么？叫唇齿音，就一个 for， 对吧 ？for 好，唇齿音的结合，上齿和下唇的一个结合叫成唇齿音。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里面是上齿和下唇。有的时候它在出题的时候比较怪，它可能会出现下齿和上唇，然后或者下齿和下唇，然后一下掉坑里去了，所以这个要注意啊。
接下来是舌尖前音，舌尖前音最好理解，滋滋滋。我们经常说，像有的时候四川呀或者其他的一些地区，可能这个其实就是平翘舌音的，平翘舌音它不分，是那么平舌音就是舌尖前音，滋滋滋，对吧？滋滋滋。其实有的时候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我对这个平翘舌音啊，有时候也是分不清的。有时候我在发某一个音的时候特别别扭啊，特别别扭，因为我那一块呢，我家的方言地区呢，它属于什么呢？属于西南官话。西南官话呢，基本上就属于重庆和四川那一带了。所以呢，我这个音呢，有时候也会受到影响哈，有时候影响。给大家举报一个料，就是我在上本科的时候，我说话基本上60%的音是我的室友是听不懂的。然后经过1年的训练，我怎么把这个音变成现在这个样，基本上还算可以呢？是怎么变的呢？我不是四川人，我是河南信阳人。大家会觉得，哎。河南信阳应该是属于中原官话呀？为什么河南应该是属于中原官话呀？为什么是你说是西南官话呢？因为信阳呢，它是在河南的最南边。河南最南边呢，其实它有一个很小的一片啊。如果说你研究过方言，你会发现在河南的最南边，像南阳，还有什么驻马店最南边那小白小树，包括信阳这一带，他们都属于西南官话。都属于西南官话，你会查到那个方言地图志的时候，你能够看到有专门一个小块很孤立的，很特别。所以呢，这个也之前也有人研究过，为什么会出现什么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别人经常说，可能是什么呢？可能是之前这个四川、重庆那一代人就是迁徙到了这个地方，但是这个也没有得到一个具体的考证，只是这样的一个猜测，或者说这样的一个不成体系的一个论断啊，一个论断。好，那么刚才我们讲到，就是我在大学上大一的时候，我的室友基本上只能听懂我40%的发音，后面我怎么去把它变过来的呢？就这样变过来的。就是我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读报纸。那个时候呢，我跟大家，我是2008年、2008年上的大学。那个时候智能手机还不是特别流行啊。当时我是用的是一个很老式的一个手机，勉强能上网。然后我就进入那个腾讯网站，然后有很多新闻嘛。然后点新闻我每天就读，每天晚上读半个小时，基本上1年之后，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我坚持了整整1年时间，然后坚持这样读了1年之后，基本上就把它变过来了。所以希望大家如果说你觉得你的那个普通话不是太标准，或者说觉得还有待加强的话呢，我觉得你可以多训练一下啊，多训练一下。其实我最近也曾经在想过，我再看看有哪些好的一些这样的普通话班啊，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发音的这样的一个班级，还在学习一下，因为我觉得声音的塑造啊，它能够影响到一个人的形象。我也希望，正好现在已经过去1个多小时了，我就简单跟大家聊一聊，也当个休息了啊。休息了，因为一直讲下去也有点累啊。好，然后所以呢，就是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啊多注意。另外一个什么？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平时在生活当中呢，你也可以多参加锻炼身体。为什么我们说锻炼身体有助于你的发音呢？因为锻炼你的身体越强壮，或者说你的那个什么，你的运动量越大呢，你的肺活量越大。肺活量大的会给你一个声音的影响，就是你的声音比较浑厚，比较那个共鸣，就是你的那个胸腔就是肺活量很大，这个胸腔比较大。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发音就比较饱满，不会显得那么尖。所以呢，也就希望大家平时多训练，多锻炼身体，也是有好处的啊，也是有好处的。然后呢，还有就是在我们的平时的生活当中呢，你平时说话的时候，特别是在公共场合表达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一下，就是要说慢一些。就是你要有的时候，甚至于什么呢？甚至于你在说一句话的时候，你就只专注于你这句话说的有没有说清楚，你不要在意什么呢？不要在意你说的就是快不快、慢不慢，你就想，如果我是听着我说的这句话，我说的这句话，你们有没有清楚？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曾经有时候啊，我经常会什么呢？我经常会重复一句话。有时候重复一句话呢，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强调重点，但是呢，有时候呢，个别情况下呢，我是觉得我那句话说的不清楚，所以我发音发的不清楚，所以呢，我又重新说了一遍。其实呢，这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要多加注意的。所以之前也有学生问我，他说老师，我们怎么样才能提高我的普通话水平？其实像很多这个普通话班啊，这是效果也并不一定好。为什么呢？老师只是讲，他不可能就是说把你的嘴放到他的嘴上，然后代替你去训练。我们最终的目的，最终的一个途径，还是需要自己踏踏实实的去操练的。就像我们这个做题一样，就像我们笔试一样，我们最终还是要一页一页去翻书，对吧？一页去翻书。所以希望大家，如果你对自己的声音、对自己的发音有要求，然后可以在这方面多加训练啊。我觉得它就像一个什么，就像小孩子去学习一个才艺一样。比如说我去学习舞蹈啊，去让孩子去学习音乐啊等等之类的。其实成人了，我们也同样可以把它呢作为自己的爱好来训练。当然了，如果说你觉得我所有的事情我也不是从事，我也不是靠那个声音吃饭的，我也不是播音员，或者我觉得我这样说话挺好的，我也不想去把自己训练的像一个什么，我也不是声音控，对吧？声控，我所有事情那也就无所谓了，对吧？但是我想作为老师来说呢，还是标准一些比较好。好，监控模型，好，监控模型，好，我们刚才插播了一下，算是休息了啊，我们就不休息，我们接着往下讲。所以刚才我们就是按照这样的一个顺序呢，就是你把每一个这样的一个音啊都自己发一遍，发完之后，你就对每一个类都有所了解了。那么这有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它能够强化你的记忆。比如说我一提到双唇音啵啵摸，一提到唇齿音 f， 对吧？一提到那个舌尖前音滋滋滋，一提到舌尖后音吱吱吱日，对吧？所以一提到舌面音叽叽叽等等，你要能够达到这种地步，你就会觉得其实也就这么简单，对不对？如果说你不去踏出第一步的话，你永远觉得那是一道坎儿，也是一道坎啊。好，然后等一下不动了。好，刚才我们讲到是从它的发音的部位就是
它的个受阻碍的那个地方那个位置叫发音部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描述一个声母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叫发音的方法，就是你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发音呢？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发音时，你的口腔是张大还是张小，你的鼻腔是捏住，是我们经常说是捏住了还是放开了等等之类的啊。那这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发音的方法。这个发音方法，那么我们可以从它阻碍的形式、气流的强弱、声带是否振动3个方面来观察。第一个叫什么？叫阻碍的方式。我们刚才说阻碍的那个点叫发音的部位，对吧？阻碍的那个点那个位置叫发音部位，那么阻碍的方式叫做发音的方法，对吧？叫做发音的方法，这个概念清楚啊。好，那么阻碍的方式有哪几种呢？第一个色音，对吧？色音，比如说什么叫色音？这个色就塞得很紧，对吧？叫色音，就啵啵。我待会是夸张的来给大家演示啊，那还有特等等之类的，这个我就不演示了，我就不再给大家一一示范了，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有每一类下边有这些音，因为后边它会出题会涉及到这些知识点的，涉及到知识点的。好，然后有人说，娜娜说这些字母的发音应该是以国际音标为准，否则很多音会带声重震动的。我想其实娜娜这位同学啊，就是你提出的问题啊很好，但是我想你没有说到点子上去。为什么我们在发辅？有人说老师你不课本上写辅音发音的时候声带是不震动的，但是为什么每次发音的时候声带都震动的呢？大家有没有想过呢？因为什么呢？包括我们小学老师的时候，你去教小孩子拼音的时候，我们也经常会什么呢？会在后边加上一个元音，然后呢带领大家读，比如说好，小朋友们来跟我一起读比如说波坡摸佛，那么我们在写的时候，肯定大家就听波波窝波，它后面有个窝在里边。为什么我们要加上一个窝在里边呢？因为你要单纯的去发这个波的时候，它是听不到的。比如说，对吧？你只听那个气流啵啵啵的，但是我们为了能够让听者或者说让学习者听到，我们在后边加了一个元音，能够让它响亮度更响一些。所以，那么这里还有一个专业的术语叫什么？叫做呼读音。称呼的呼，读写的读，叫呼读音啊，呼读音。好，所以这就是这个解释了大家的一个疑虑啊，就说老师，我怎么一直就觉得这个辅音它是声带是振动的呢？对吧？声带振动的呢？好，那么接下来刚才是看阻碍的方式呢，它一共有5种发音方法，然后呢看气流的强弱，气流强弱呢有两种，一个是送气，一个是不送气。大家注意啊，这里边比如说送气音有坡、特、科等等，但是这里边它也有和前面重复的，所以当试卷让你去描写一个音的发音特征的时候，一个声母的发音特征的时候，不仅仅只是看它的阻碍的方式，同时还要去兼顾到气流的强弱和声带的颤动与否这样的一个东西啊，这样的一个特征。有送气和不送气，声带呢是否振动的分为浊音和清音，浊音呢比较少，一共有加上这个辅音之外呢，一共有5个，如果不加辅音的话呢，一共有4个。大家注意啊，我想问一下大家，什么叫浊音呢？当然了，浊音是跟清音相对的，对吧？是跟清音相对的。那个浊音是什么呢？浊音是指声带振动，声带振动就是你这个声音不什么呢？不单纯了，就不纯洁了，它不纯洁了，我们叫浊音啊，叫浊音。好，所以我相信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啊，就是我去解释某些概念的时候呢，我通常会用一些非常俗，或者说比较那个形象的一个说法去解释，我想这样的话更有利于大家去理解啊，更有大家理解。好，接下来刚才我们讲了声母的一个特征，我们来做一下这道题，看大家能不能判断出来。诗它是什么音呢？有一同学说是擦音，还有呢，有没有不同意见的？大家不要翻书啊，不要翻书。那是色音还是色擦音还是边音？有没有不同意见的？只有娜娜和3D 两个人吗？好，有人说漫游说 B 吧，说明你不确定啊，说明你不确定。好。对，那个诗呢，其实这里边我是终于有上当的啊，就是398有上当。其实我一直在强调，我说到底是 A 呢，还是 C 呢，还是 D 呢？我就是没有提 B， 然后可能就是误导大家了。其实这里边呢它是一个擦音啦，这个擦音啊，所以这个需要大家去记住了啊。如果说出现这样题的话，就是叫什么叫必得分题，叫什么题？叫我忘记之前考研的时候经常是什么这叫送分题啊，对，送分题啊。好，对，送分题不是送命题啊，尤其是送命题的啊。好，所以对于每一个辅音来说，都可以从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的2个方面进行综合性的一个描写，比如说波它是双唇不送气，清音色音，对吧？清音色音。好，那么像日有坡等等，大家都可以，比如说你自己去检验你自己，比如说日它是什么音呢？什么音是送气还是不送气？是清音还是浊音？是色音还是色擦音还是其他的音等等，你都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像这些东西呢，一方面靠我们的去理解，靠我们平时的你自己训练，另外一个也要靠实际啊。有的时候就是需要实际的，比如说像送气音，那么送气音里边具体有哪些？除了你发的音之外，也有可能也需要借助于你的实际的这个能力啊。好，刚才我们讲到了声母的发音特征的描写，声母发音特征描写从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2个方面去描写。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韵母，韵母同样的，它相对于声母来说，它也有自己的特征，对吧？也有自己的特征。我们先来看韵母的分类。之前我们讲过，韵母它分为单元音韵母10个，对吧？复元音韵母13个，然后还有带鼻音韵母16个，加在一起呢是39个，对吧？39个。好，这是它的一个结构。韵母啊，大家想想哦，韵母它分为3类：单元音、复元音和
带鼻音的这个韵母。那么这是从它这样的一个结构上来划分的。还有一个什么？从它的开头的元音。什么是开头的元音呢？后边我会讲到啊，后边会讲到叫开口呼、起始呼、合口呼和撮口呼。比如说我们说开口呼，比如说圆圈的圆、于安圆，那么它就是一个开口呼，这是一个开口呼。好，那么它的韵母就是一个开口呼的元音，叫四呼啊，四呼。我们后面会讲的，这个只是先从总体上的一个宏观上来讲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看舌面元音，舌面元音。单元音，单元音里边分为舌面元音和舌尖元音，那么两个加在一起呢，一共有10个，其中舌面元音一共有7个，一共有7个。大家注意看，单元音是指发音时舌位、唇形及开口度始终不变的音，叫单元音。大家这个能理解吧？就是为什么单元音它是舌位啊、唇形啊、开口度啊始终不变的？因为什么？因为它就一个音，你这对，就是一个音，你这一个音，你把你的口腔知识摆好了。那这个音就出来了，你不用再去为了发另外一个音改变你这个口腔的形状，对吧？所以这是叫单元音，所以称为什么呢？开口度始终不变。那么单元音呢，发音呢从3个方面分析，首先是舌位的高低、舌位的前后以及唇形的圆展。其实刚才前面说的了，舌位是舌位的高还是舌位低，是圆唇的还是不圆唇的，然后还有舌位的前边还是舌位的后边，对吧？舌位前边还是舌位后边。那这里边有一个图，我们课本当中也有，这个图非常重要。那么在我们的实际的还有教学当中，我们也能够运用到。当然了，并不是说把这个舌位图交给留学生，而是老师要知道你在教这个音的时候，教 A 这个音和教 B 这个音，它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区别，或者说学生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为什么他没有把这个音和另外一个音弄混淆呢？为什么把它两个音弄混淆呢？当中肯定是有问题的，对吧？很有问题的。就像我之前在上节课讲到一样，叫一个是机场，还有一个是机场，一个是剧场。那么为什么很多学生把这两个音发不清楚？那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一个他没有把握住这样的一个圆唇与不圆唇的这样的一个区别，圆唇不圆唇的区别。好，机场和剧场，圆唇不圆唇，还有一个是舌面前音，还有一个舌面后音。大家去看啊，这个相当于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懂这个，这个前就是你就把这个相当于口腔了，就嘴唇前边这东西，然后这是面，然后这是舌根后边，舌根前边，舌尖中音，对吧？舌尖中音，然后舌尖前，舌尖后，对吧？舌尖前，舌尖后，就可以这样来区分啊，这样来区分。好，我想学过现代汉语的基本上都能看得懂。如果说你之前是跨专业的话呢，可能要仔细的看一下。我想这个图画的已经很清楚了啊，已经很清楚了。好，那么我们分析它的这样的一个特征的时候，我们就分为比如说我们说一呢，它是什么？它是高元音，对吧？它是高的，它是什么呢？不圆唇的，对吧？它是在不圆唇这一列的。然后呢，舌位它是什么？舌位的高低前后，那么它是什么呢？是舌面前音，对吧？舌尖前音，舌尖前音，它是高元音，然后是不圆唇，然后就去这样的来描述啊，这样来描述。那么同样的，对于窝、对于乌等等，都可以这样来描述。在课本当中讲的很详细，它把每一个音呢，它都把它的特点呢都一一的列出来了。但是我想，如果说你去记这个的话呢，还不如去记这个，通过这个理解性记忆可能会更好一些。不然的话，你记这个的话，这个记忆的负担太重了啊，记忆的负担太重了。好，刚才我们讲到了舌面叫什么？舌面元音，7个舌面元音的一个特征。接下来我们看舌尖元音。舌尖元音呢一共有3个，对吧？舌面元音呢一共有7个，加在一起呢是10个。所以那么舌尖元音那3个呢，一个是舌尖前，一个是舌尖后，对吧？舌尖后，我们说比如说不是日就吃饭的吃，日头的日，还有什么知道的知，和那个什么和孜孜以求，孜孜不倦，还有其他的一些平舌音等等。那么它们的发音比如这里面思字、事实等等，那么它们的这个舌尖元音发音特征是不一样。其实它不一样就是在于什么？在于这个舌尖前还是舌尖后，就是我们说的平舌音还是翘舌音，对吧？平舌音还是翘舌音。好，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叫什么？叫卷舌元音。卷舌元音呢，它是什么？它是经常在儿化当中，还有在我们这个数字2当中来出现的。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啊？就是我在发音的时候有一个毛病，或者有一个缺陷，叫什么？叫我不会发什么的发2。我经常发2的时候，这样发后会觉得别人听着会觉得很习惯，我听不出来。比如说1、2、1、2、3，还有比如说教室2、3、2、3、4教室，我发不好这个2、3、4，这个2到底发什么？很多老师会说，胡小姐你怎么发音？这个2你发不清楚啊，或者发不标准。我确实我听不出来标准的音到底是什么样，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发正确啊，所以大家不要受到我这个影响啊。好，刚才我们讲到单元音，对吧？好，我们说单元音它分为舌面单元音和舌尖单元音，对吧？那么讲完单元音之后，接下来讲复元音。复元音呢，它一共有13个。复元音又分为又出现这个2了啊，叫2合元音和3合元音。所谓的2合元音和3合元音很容易理解，叫什么？一个韵母当中有2个元音和一个韵母当中有3个元音，就可以把它相应的称为2合和3合啊，2合和3合。好，在这些韵母当中啊，我们说韵母它是有结构的，对吧？是有结构的。那么它结构它分为什么呢？分为那个韵腹、韵头和韵尾。就比如说我们说棉，叫什么？
秒，对吧？1秒钟、2秒钟的秒，那这个秒，它这个后面这个是一个三合元音，那三合元音一 o， 那么它这里边什么呢？这里边它也是有一个结构的，把它分为不同的因素的话呢，有3个因素，对吧？有3个因素，那么这3个因素呢，我们给它在结构上呢给它一个名称，叫什么？叫韵头、韵腹和韵尾。韵头、韵腹和韵尾，当然这个韵腹不是那个韵腹啊，不是那个韵腹，这个韵腹呢是什么？腹就是我们中间的部位，中间的部位就是韵母的主干，叫韵母主干，叫称为主要元音。发音呢比什么呢？发音比韵头、韵尾要响亮。主要元音它可以是7个，不是7个了，一共是有舌面就是单元7个舌面元音和舌尖元音充当，就前面10个单元音充当的都可以称为充当韵腹。那么但是韵头它的这个特征啊就是比较狭小了，是什么？是韵腹之前的高元音只有一、乌、吁3个单元音可以充当韵头啊，明白吗？一、乌、吁，所以当考题当试卷当中他让你去去分析某一个音它的韵头是什么时候，如果你发现这个韵母当中没有一乌吁，说明什么？说明它没有韵头，说明它没有韵头，所以你不要把它强制要加个韵头。所以我们后边会有一句话什么呢？就是在韵头、韵腹和韵尾当中，韵腹是必须要有的，韵头和韵尾可以没有。所以当你看到一个音节当中，如果说我们不能按照韵头、韵腹、韵尾来进行排列，你要看它就是哪个是韵腹，先把韵腹这个位置确定好之后，然后再去排韵头和韵尾，不然的话你会容易把什么呢？把韵腹呢看成了韵头，因为它可能没有韵头，你把它误以为是韵头了啊。我们后边会有具体的例子呢来给大家讲解。好，这是我们讲到了复元音，它分为2合复元音和3合复元音。那既然有2合和3合了，所以它就已经结构了韵头、韵腹和韵尾，对吧？韵头、韵腹和韵尾。那么同时呢，根据韵腹所在的位置，又可以把复元音可以分为3类，叫前响、后响、中响。很容易理解，什么叫前响、中响、后响？就是韵腹在前面的，韵腹在后边的，韵腹在中间的，就是主要元音在前边的，主要元音在后边的，主要元音在中间的，我们就可以把它相应的称之为前响、中响、后响和中响和中响。好，这是这个我们简单了解一下就可以了，不要比如说以后你去开什么学术会议，比如说什么前响复音不知道什么概念啊，这个就有点 low 了，对吧？那么接下来第3个叫带鼻音韵母，刚才我们讲到了什么呢？讲到了复元音韵母，前边我们又讲到了叫什么单元音韵母，对吧？单元音韵母，然后接下来讲复元音韵母，然后呢又讲到了这个叫等一下啊，叫带鼻音韵母，所以大家注意这里面的前后的联系啊。所谓的带鼻音韵母呢，主要是指带 呢和 ong 这2个韵母的，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前面有元音，同时呢也有辅音，有元音有辅音，叫带鼻音韵母。OK，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刚才我们提到的似乎，我们刚开始没有详细讲，我们来看一下按韵母开头的元音的发音特征。大家注意看，刚才比如说这个前响复元音、后响复元音，比如说这个前响，我们假设找一个这个例子，前面有，比如说这里边一 o 一 o 还有 y， 那这里边它第一个发音的特征啊，第一个这个元音呢，它的是不一样的，对吧？第一个元音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根据第一个元音这个发音的不同呢，又可以把这些韵母呢分为这4大类，叫起始呼、合口呼、撮口呼和开口呼这4大类。所以其实啊，现在汉语当中为什么有人说老师啊，为什么它分得这么详细？之所以把它分得这么详细，一方面有它自己的用处，比如说那个前响复元音、中响复元音和后响复元音，它有一个作用，很大的作用是什么呢？一个很大作用就是我们在去训练我们自己发音的时候，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在里边。比如说我要把某个音要发的特别响亮一些，同时呢，对于留学生教授汉语教授留学生来说呢，对于老师来说也是一个指引性的一个作用，这也是一个指引作用。那么有人会说，老师为什么还要把它根据不同的开头的元音的不同，把它分为4类呢？因为这个呢更加便利于你去研究这个音的一个特点，同时也便于你去教给学生就具体分析每一个音它是每一个韵母它具体是什么，有哪些区别性的不同的地方，区别不同的地方，所以呢，它把它分为这么很详细的几类。好，那现在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题，远和月它们的韵母是什么呼？大约是哪一个？合口呼，有的人说是撮口呼，还有没有？C、D， 好，还有选 B 起始呼。什么是 D？ 好，这题呢是选的 D 啊，这题选的 D。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选的 D。我们说开口呼很简单，开口呼我们刚才说肯定都不会选开口呼，开口呼是指韵母不是一乌吁和不以一乌吁开头的韵母，对吧？不以一乌吁开头韵母。那么大家想一想，它这里边远和月里面肯定有韵母，那大家告诉我，这里边这个韵母的开头第一个元音是什么？韵母的开头第一个元音是什么？对，乌加2点，这就是吁，对吧？可能大家打不出来，其实就是吁。好，那么我们既然知道了它的韵母的第一个字母，第一个元音是吁，那么就从这里面来找。我们看，吁或以吁开头的韵母叫做撮口呼，这不出来了吗？就出来了，叫撮口呼。所以做这道题的关键其实它不难，关键在于什么呢？关键在于你对这几个似乎啊，它们的特点你要清楚，对吧？特点清楚，它的点是不见了，所以是容易选 C。对。
它在标写的时候呢，因为它这个两点已经省去了，所以呢会容易选成合口呼。所以大家在做这道题的时候呢，不能够仅仅从它这个字形这个元音的形状上去判断，同时呢我们把它发出来。比如说啊，其实发出来还有另外好处，比如说这个叫什么起齿呼？什么叫起齿呼？起齿就是什么呢？就是牙齿啊是并列是就什么叫不是说就是保持一定的稳定性的，比如说以一开头的，以一或以一开头的什么呢？就比如说一，就是我们的牙齿怎么说？起齿其实牙齿它们中间这个缝隙啊，它是一直是稳定的。而且呢是保持基本上是整齐排列的。但是呢，像脱口呼和合口呼里边，比如说呜，那呜里边你可能是上牙齿和下牙齿可能它是有一定的错开的，对吧？脱口呼，我们这个唇呢它是撮合到一起的。哎，这样的时候你发出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哦，那就应该是脱口呼比如说月，对吧？你不可能说呜月，这个也发不出来，对吧？也发不出来，所以呢就只能是脱口呼了。所以建议大家记住这似乎同样需要我们把每一个音呢把它发一遍，这样的话会好一些啊。好，所以这题是选择 D。那么刚才我们讲了那么多，从音节讲到了音素、音位、音质，然后又讲到了声母、韵母，对吧？然后讲到了声调等等，讲了这么多，其实归根结底，我们还是回到普通话当中。那普通话当中，普通话韵母可以由韵头、韵腹、韵尾三部分构成，这个就知道了啊。好，韵腹呢可以由普通话当中任何一个单元音充当，所以这个韵腹比较大气，或者说比较什么呢？比较厉害，它可以囊括所有的单元音啊、喔、一、乌、吁，然后包括3个舌尖元音，对吧？舌尖元音。韵头呢，但是呢只能有这3个，韵尾呢只能有一、乌和2个鼻辅音。哎，这个时候我们就清晰了，韵尾对吧？韵尾不可能出现什么呢？不可能出现叫那个叫喔、叫或者等之类的。所以这里边就给大家提一个醒啊。所以我想啊，当你如果说去积极主动思考的时候，你就会去解开你另外一个疑虑。什么疑虑呢？比如说这个疑虑，刚才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个音啊，我们说摸1秒，对吧？摸1秒，大家觉得这个摸1秒它的就1秒钟、2秒钟，它的这个什么呢？它的韵尾是什么？大家告诉我它的韵尾是什么？错，不是喔。刚才我不是说了吗？对吧？刚才我们不讲到了吗？韵尾只能有高元音一和乌充当，对吧？一和乌充当，没有有韵尾的啊，有韵尾的。好，只能有一和乌充当。所以之前有学生说，老师这里边明明是有喔，为什么它的写韵尾的时候写成乌呢？那是因为韵尾只能有高元音一和乌充当，而在我们的国际音标当中，经常在我们那个发音这个国际音标当中呢，经常会把那个喔的发音呢音标呢标成那个乌这种形式，所以我们在标韵尾的时候也就顺从它就来了，变成了乌这种形式。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吧？所以我想啊，通过今天晚上课，你的那个疑虑可能会越来越少，包括前面的多少个声母、多少个韵母，然后多少个几个音节、几个因素，然后为什么那个明明是喔，为什么变成了乌这种形式，对吧？变成乌这种形式，所以大家理解了啊？因为什么呢？反正大家记住这句话，韵尾只有高元音一和乌以及2个鼻辅音充当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再去判断，比如说试卷当中说下列哪个标写正确的，如果说你先看韵尾当中有没有出现啊、喔、然后还有吁这几个，如果出现了，通通错误，要通通错误。好，Sandry 呢，他这个学生说感觉强势性无，这个其实它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听觉感知上的一个东西，听觉感知上的，比如说摸1秒，其实它也是但是呢，它怎么说？它这个可能就是在这个语音分析上来说，比如说我们看这个语音分析图的时候，它可能这个它这个分析图呢是差不多一样的，所以把它归为一类当中去了啊，归一类当中去的。不是可以没有韵尾的吗？是可以没有韵尾的，但是比如说我们说1秒钟、2秒钟，那你后边的一个喔，你到底怎么办？你看明明是有的，你不可能说把它砍掉，不要吧，对吧？好，没有韵尾就很简单，比如说我们找一个没有韵尾的啊，没有韵尾很简单，没有韵尾就没有韵尾啊，比如说找一个哪个呢？对，比如说它就是没有韵尾啊，没有韵尾怎么就是一个那个什么叫一个韵腹就可以了呀，这个韵尾，比如大小的大，它就是没有韵尾，那又怎么了？叫度。对，那么有人说这个肚子的肚，它的什么呢？它是一个韵腹，韵腹是乌，因为我们是先判断韵腹，先把韵腹找好，然后剩下的再去分韵头和韵尾。你不能说老师那个肚子的肚后面是乌，难道它不是什么呢？它不是韵尾吗？那好，我说它是韵尾，那么韵腹没有怎么办？我们说一个语音当中，一个韵母当中必须要有什么？必须要有韵腹的。我们先以韵腹为优先原则，然后后面再其次，对吧？后面再其次。好，所以现在这个前后的关系都搞明白了啊，并不是说此处的喔可以等于乌，就是它们在发音的特征上类似于乌。好，这是这一个。好，漫游说火是没有韵尾吗？那么大家觉得火它有韵尾吗？比如说发大火啦等等之类的，这个火它有韵尾吗？好，对，火呢它是没有韵尾的，它的韵头是什么呢？韵头是乌，然后韵腹呢是乌，对吧？对，没有韵尾。好，
所以我相信大家就是这样就是多举几个例子，多举几个你们心目当中最焦虑的或者最纠结的几个，然后当场解决之后，你们会觉得啊，原来是这个意思啊，原来是这个意思。好，韵父韵尾都是乌呀，不是呀，就是火它的韵头是什么呢？韵头是乌，然后呢韵父是窝，因为啊喔一乌吁都可以作为韵父，对吧？都可以作为韵父，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没有必要再把那个窝变成了乌，明白了吗？没有必要再把窝变成了乌，所以就直接说韵父是窝，韵头是乌就可以了啊，就可以了。好，对，慢慢来，不用着急哈，就是有的时候这个时候确实比较纠结啊，有的时候我把这个搞明白之后，突然又来一个特殊情况，又要去重新再翻一遍，对吧？然后你当然多翻几次，基本上就 OK 了，基本就 OK 了。好，我们再把秒再说一遍啊，其实我应该把它打出来的，我这边没有打出来，是我的那个疏忽啊。好，秒再说一次，它的韵头是一，韵父是啊，韵尾是乌。好，就这样啊。对，需要更多例子，更多例子我们那个课本当中举了很多啊，课本当中举了很多，你们在做题的时候呢，可能也会遇到很多，后边我们还会有一些操练性的题，也会遇到这相关的啊，也会遇到这样相关的。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普通话列的韵父属于什么？这个呢就综合性比较强了。首先你要判断它的韵父是什么，同时呢你要知道这个韵父它的这个发音特征是什么样子的。大家看一下啊，给大家1分钟的时间，能不能判断出来？好，两位同学说选择 B。我们首先判断它的韵父是什么呢？了耶列，韵父是对吧？韵父是好，那么当我们判断出它是韵父之后，我们就想到元音首尾图当中那个它所处的位置，对吧？所处的位置。好，那么它肯定不是高元音，因为我们在脑海当中印象中不可能达到那么高的，所以它应该是半高啊或者半低之类的，所以把 A 排除了，对吧？把 A 排除了。那么这里边，那么它是前还是后呢？如果说是后的话，大家可以就是什么呢？可以就是怎么分辨出它是前还是后呢？大家是怎么分辨出来的？好，用舌头试音，对，好，用舌头试音，比如说这是后，前，对吧？前，所以你就想后面，我在想口腔后面在哪？肯定是在后面啊，就在舌根的后边，对吧？所以我就紧跟就发出舌根，你就在发出之后，你再跟这个对比一下，看看具体是不是跟这个是是一样。如果不是的话，说是前，对吧？是前。好，那么圆唇与不圆唇就更容易判断，肯定是不圆唇的了，不圆唇。所以呢，这题是选择 B 啊，选择 B 答案。所以就是我们在做这类题的时候，首先第一个要搞清楚，然后第二个基本功要扎实啊，基本功要扎实啊。我这个答案当时给错了啊，应该是 B 的啊。好，大家改过来，是 B 的答案是给错了啊。好，应该是半高，不是高。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刚才讲到了声母，讲到韵母，在我们说一个音节当中还有什么呢？还有声调，对吧？还有声调。有人说舌位唇形图怎么记？不理解。我们先来回答这个问题。我先问一下大家，你们觉得你们如何去记那个元音舌位图？你们是怎么记的？有没有小伙伴能够分享一下你的经验的？上面有标记啊，对啊，上面有标记啊。自己画一遍。好，还有没有不同的方法呢？不同经验分享的？还有没有不一样理解的？我来说一下我是怎么去记的元音舌位图，其实跟大家一样的。我给翻到那个元音舌位图啊，先记前中后。我来告诉大家这个那个什么呢？我的记的方法啊，我这方法是这样的，就是说首先呢，我是一对一对来记的，比如说这个什么一和 u， 对吧？它 u 的肯定是圆唇的，一 u， 对吧？一 u， 它是从不圆唇转变为圆唇，好，所以呢，我把这个角就是左上角记住了吧？左上角记住了，一和 u 呢可能都是很高的，比如说有人说老师，我怎么知道它是很高还是低？你可以把它带入一个拼音当中去试一下，比如说那个什么呢？自私。这个自私，特别就比如说这个私有的私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音高特别高，我们说是五五调高频调，对吧？五五调高频调。那这个舌位的这个高低啊，它是指音高的变化，其实它就完全可以用什么呢？用我们的5度标记，就是我们后边讲的那个声调来理解。比如说高就是什么叫什么说？就是调值比较高的啊，调值比较高的。好，然后呢，这是这个左上角我记住了，然后我再记下面这一个反写的是什么呢？反写的是那个什么？是叫前啊、中啊和后啊。那么怎么去前啊、中啊、后，或者说它放到了具体的这个拼音当中，我怎么判断呢？比如说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这3个啊出现的一个情况，对吧？3个啊出现的情况，比如说当后边没有韵尾的时候是一样啊，比如说大小的大，对吧？大小的大。那么当
当这个 a 的后边有韵尾 i u 的时候呢，它是前 a， 比如说外国的外是这个 a， 对吧？好，当它后边的韵尾是 o 是 u 的时候呢，比如说到达的到，大家注意听啊，的 o 到的 o 的 o 到，它明显是这个音就靠后了，对吧？到。所以你从你这个发音上来看也好，还是从这个它出现的这个音位变体的这个条件上环境上来看，都可以很容易把它那个什么呢？把它判断出来，它是一个后 a 还是前 a， 后 a 还是前 a。好，并不是说开口越大舌位越低，比如说开口度，我看一下啊，开口度越大，其实这个东西我具体在课本当中它没有这样说，但是也许可能在我们平时的发音当中可能有这样一种倾向性，但是呢也不能够这样来说，毕竟如果说万一出现这种情况，开口度很小，但是呢它确实舌位也比较低呢，有算反应的呢，对吧？好，然后有人说老师列中的韵腹不是半低元音，好，哪一个是这个什么韵腹是这个？好，这个音。刚才我们说它不是半高元音吗？对吧？半高元音。好，那么你们为什么说它是半低元音呢？它又不是这个。那么这就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了另外一种情况，这个和这个的区别。那么其实它们都是什么？都是什么呢？一个音位的不同变体，就相当于这样，它们的区别性其实是很小的。所以有的同学呢，经常就是说会纠结于，就是说老师他到底是什么？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准信儿或什么之类的？其实呢，他很难去判断。比如说啊，有些时候呢，有些专家或者有些学者，他可能说原本是应该是这个的，但是他把它换成这个了。但是我想，其实我可以基本的告诉大家，什么情况下会变成这个呢？比如说月亮的月当中的那个呢，基本是这个明白吗？好，然后比如说树叶的叶基本上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好，所以就是这个东西呢，一方面靠技巧性理解，另一方面靠你这个语音的感知，多多的去看一下多多看一下。如果说你这些都记不住，那你就只能去把它多画几遍图，多背一下，你就只能像临时抱佛脚临时抱佛脚。好，什么哪一个？就是这个是一般就比如说树叶的叶，它经常是什么？是这个然后是比如说月亮的月，它经常是这个像这个好。那再比如说鹅毛的鹅，可能就是一样好，就是这个大家看不到鼠标吗？大家可以看鼠标，能看到鼠标的举个手，能看鼠标举个手，能看到我的手，看不到吗？能不能看到？看不到是吗？我看一下啊，等一下啊，现在可以看到吗？现在可以了。我明白了，刚才我们是一个笔是一个画笔。好的，我明白了。那么我们说，比如说我们经常说树叶的叶，经常是这个然后月亮的月经常是这个然后比如说鹅毛的鹅经常是这个大家知道这就可以了。那么我们在课本当中这个音位变体97页当中它也有这个说明然后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就是简单的来看一下就行。就其实一些特殊的，特别是这个的变体考的比较多的变体考的比较多。好 ，OK， 那我们就接着往后所以我想可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记忆的方法，你根据自己的一个记忆的习惯来找一个合适的方法，只要能记住，无论用什么方法都可以无论用什么方法都可以。好。刚才我们讲的声母韵母，接下来我们讲音节结构的另外一个部分叫声调，对吧？我们说阴平、阳平、赏声、去声，那么它们都是称为声调。具体来说，什么是声调呢？声调就是音节中具有区别意义作用的音高变化。这里边所谓的区别意义，大家能理解吗？区别意义就是说比如说同一个音节加上不同的声调，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意义，对吧？可能产生不同的意义。所以呢，比如说亮还有两，对吧？都是不一样的，对吧？好。那么，所以我们这里面有个问题有人说，哎呀，老师，我经常会听到什么五五调、阴平调、第一声，好烦人，为什么不能把它统称为第一声？为什么是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呢？那是因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我们说第一声、第二声只是我们什么呢？只是我们一个感官的一个说法。但是我们如果说具体来说，到底这个第一声是多大、多长或怎么样？因为我们说声调是指音高的变化，对吧？那这个音高到底高多少？到底长多少？那么我们给它一个相对的一个值，那这个值呢就叫什么？就叫做调值，大家明白吗？叫调值。好。这个真爽对吧？叫调值。好，那么我们说同样的调值，比如说平安的平第一声，安全的安第一声，都是同样的五五调它也是五五调，它也是五五调。好，我把这些相同的调值归为同一类，好，叫做什么？叫音平调。所以这就是调值和调类它们之间的区别。先有调值，然后把这些调值进行归类，才有了这样一个调类。这个当然了，这个你不需要上给学生解释，但是你作为一个调研老师是需要作为基本知识是需要了解的。所以调值就是声调的实际读法，也就是高低升降曲折长短的变化形式。就比如说55、35、214，还有51等等这样的形式好，所以我刚才说，那么刚才说是指声调实际读法，也就是高低升降曲折长短的变化形式。那这里边长短变化怎么表示？这么长那么短，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所以呢，我们道元任先生呢给了他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相对的一个值，一个刻度值，我们把它称为5度标调法。比如说第一个阴平调称为5/5调，对吧？然后呢阳平是3/5，对吧？赏声是2/214，
然后去声是五一，叫五一，所以这是五度标记法。五度标记法就是把那个声调用更形象表达一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你给我一个形象的说法，给我一个形象的一个表示而已。当然你也可以说，老师我非要用五度标记法吗？可以不用，你可以用10度，你自己表，你只要能够什么呢？能够表示清楚，而且呢，同时让别人能够清楚，那你也是成功的。所以所以我经常说，我有时候经常去调侃说，我说如果说谁能够说服别人去记住10度标记法，你觉得你这个10度标记法比道元任5度标记法可能标的更精细一些，那你绝对是很厉害的，对吧？很厉害的。但是呢，因为道元他是第一个提出来的，所以大家基本上也接受了这样的一个标调法。同时呢，就是即使你就是标10度、标20度也是可以的，但是有的时候没必要。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你标个20度了，比如说15度和16度，你说它有什么区别？基本上听感上是听不到的，是吧？所以它就没有必要标的那么详细了，所以就大概采用一个5度标记法。所以这里边5调也好，并不是说它真的就是5调啊，是这个样子的。好，所以调类呢是声调的种类，是根据调值归纳出来的，把调值相同的字呢归到一起，便称为一类，叫调类。那么在普通话当中，我们把它称为什么？把它分为四大类。但是呢，在方言当中呢，可能有很多个调类，不止4个调类，对吧？不止4个调类。好，所以这是这一个。然后接着往下看，那么普通话的声调调值，刚才是采用5度标记法，我们把它分解开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更清晰一些，51、214、35以及55调啊，55调。好，所以5度标记法用文字、数字、符号可以如下表示形式，我想这个都清楚了啊。高频调它也是55调，也可以称为阴频调，这个都清楚了，我就不再说了。那么接下来大家看一下刚才我举的这句话，我晚上没有吃饭。大家觉得我这句话标调标的正不正确的？这个音调这个符号标的正不正确？我晚上没有吃饭。上不对，好，为什么说上不对呢？好，考考大家眼力，大家觉得是哪个不正确？明确告诉大家，肯定有什么呢？肯定有不对的。好，像那个什么2589眼睛非常厉害，看出了其实呢这里边这个标调主要还是这个没是标错了啊，没标错了。那么这里边晚上它确实是轻声的啊，确实轻声的。后面我会讲到，我今天也看到有同学在群里面说，这个到底哪些字读轻声，哪些字读那个什么读叫啥读轻声，哪些字不读轻声？那在这里边就是说。晚上呢，一般是读了轻声的，然后没有的没呢，这里边错误主要是错在哪里呢？错在这个阳平调应该标在韵腹上，所以这里边其实我是想告诉大家是什么呢？想告诉大家是标调，一般情况下是什么呢？是标在主要的元音上，我不能标在韵头或者韵腹上。比如说这一个，他就把它标什么呢？就把它标在了韵尾上去了，对吧？把它标在韵尾上去了，所以这个是不正确的，不应该把它标在韵腹上面去。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所以这就是我所强调的。标调一定要标在主要元音上，所谓的主要元音就是韵腹，所以现在大家来看一下下列音节当中标调位置没有错误的是，认真看题。好，大家觉得最正确的是哪一个 ？A 将就，无误的是。好，当然我们先看第二个，大家都选择 A， 那我们先从第二个开始看起。阶段它错在哪里？阶段，对，它是第4声，对吧？第4声标错了，只不过说它那个什么不仅仅是位置，不是位置错误，应该是这个符号的错误，调值的错误啊，调值错误。好，这个呢，不仅仅是调值错了，同时呢位置也错了，对吧？位置也错了。好，然后这个呢，货轮，对，像是这个什么轮，对吧？轮。好，同时大家注意这里边这个货，它应该标在哪里呢？应该标在这个窝上，对吧？应该标在窝上。对，所以这里边它这个问题啊比较多，就是一方面呢，就是不仅仅有那个什么位置的错误，同时呢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那个错误啊，其他方面这个调值错误啊，调值错误，所以这题是选择 A 啊，选择 A。好，我们刚才从最开始的讲到音节、音素，叫什么元音、辅音，然后又讲到了声母、韵母、声调。那么大家想一想，有了这些之后，我们才能够说有声母、有韵母、有元音、有辅音，然后有声调，然后我们才能够什么呢？才能够说有这样的一个音节的音节。好，所以我们下节课就讲语音的下半部分。我们今天的课呢就先到这里。如果说大家还有问题，可以继续提问。好，这个杨瑞这位同学他又说火的韵腹是乌，你觉得火的韵腹是什么？刚才不是说过了吗？对吧？刚才是说过了是什么呢？它的韵腹是这个同学是窝啊，韵腹是窝。好，对，是窝。好，大家还有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可以再交流交流。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今天的课就可以暂时到这里。好，没关系，不能写成乌的，不能写成乌啊。什么时候写成乌呢？是在它作为韵尾的时候才能写成乌。为什么？因为我们说只有一乌和呢和翁它才能够作为韵尾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变成乌，才能够顺理成章的成为韵尾，对吧？好，那比如说老师你读日，是怎么了？比如说日，可以的，没问题。有问题吗？好，
好，然后大家还有问题的话，可以A， 你要是 R 的音位变体读音都相同吗？读音大是相同，只是说它们有一定的区别，区别在哪里？比如说刚才我们说，有前元音，前 R 一样 R 和后 R，比如说到达的到的到和的大，大家注意听。当你说老师，难道我们真的需要把这个 R 这个3个音位区别这么详细吗？有必要。比如说我刚刚举例子，比如说到，比如说我到家了到，还有什么？比如说达的到，你明显觉得这里边的都同样是 R， 但是他们给人的这个听觉感知完全不一样，一个是发音靠中间，一个是发音偏后的，所以这就是他们发音的读音给我们产生的一种不同，对吧？一种不同。好，这是这个。然后还有没有问题？漫游说，老师，舌面元音舌位图里没有体现吗？有体现的，就是刚才我们不是说那个它有体现，你注意看一下那个元音首尾图里面有体现的。好，有体现的啊，应该还在前边，有体现的。就比如说你写的这个大写的这个就其实呢它可以是这个样子的，也可以是变成这个样子的，也可以变成这个样子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当然我们要注意什么？就这个音位变体啊，或者说这个发音的这个音位啊，音位呢它是什么？采用国际音标的。而这里边这个我们说它的音位变体呢，它并在国际音标当中并不一定说能够和我们现代汉语当中的这些读音呢相一一对应起来，一一对应不一定都能一一对应起来的。所以那么大家可能会说，那我到最后如果出现一种情况，我到底该怎么样去判断它到底是哪个呢？就是你多发几遍，比如说他给你个树叶的叶，你看它肯定不是肯定不是这个了，说耶对吧？所以它肯定不是像这个。所以呢，那么所以我们如何去把一个题做出来，一方面要靠你的基础知识，同时呢还看你的这个技巧。另外一点可能还比较重要一点就是看你的这个语音的感知能力，就是你自己的那种感知和感觉。我觉得也是，特别是在语音学习这一块上还是比较重要的，包括是那个语法部分。有时候语法你觉得这个是感觉是正确的呀，其实你分析是也是不正确的，对吧？所以我们常说一个人啊，他说他语言能力很强，他语言能力很厉害，那这个语言能力不仅仅是会说，同时他还能够去区别一些别人所不能够区别的东西啊，不能区别的东西。好，大家还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今天到这就结束了。然后我们下次课呢是本周六晚上7点到9点。好，有人说开口呼里边的2个一和起始呼里面2个一的读音相同吗？什么意思？我来看一下啊。等一下，在这里。好，这2个一是相同的，这2个一是相同，都是指一啊，都是指一的。大家注意，开口呼和起始呼呢，起始呼只有一或者以一开头的，开口呼呢是什么呢？是韵母不是一乌吁的，它们都是一样，这个一所指的一啊都是一样的啊，都是一样的。比如说自私的私，他们这里不是字，也不是字，叫什么？比如说那个，比如说阿姨的对，姨，再想想，比如说梯子的梯。那 T 这里边的一就是指这个一啊，就这个一啊。好，那么还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今天课就先上到这里。好，有问题的话你们可以在微信再讨论，然后也欢迎大家多多交流，然后加油，也希望你们复习顺利啊，复习顺利。我们本周六晚上7点再见，同学们再见。然后下次课的时候我争取再弄一个什么那一个叫什么补光灯啊，那个补光灯。